界場小知識，唔識你就會俾人排斥。今日要教大家嘅係犯規。咁咧喺香港打街場或者喺各地打街場咧，一般嚟講咧都係唔會有球證嘅。咁所以咧犯規咧都會係自己嗌嘅。咁無論你係上籃或者唔係上籃嘅時候俾人犯規咧，都淨係會獲得呢個球權嘅啫。咁一般咧喺咩情況下嗌犯規咧？就係當對方防守嘅時候侵犯到你圓柱體嘅時候，咁就會形成一個犯規啦。咁但係犯規咧就人人都知啊，但係喺香港街場咧就切忌一種叫做豆腐犯規。哇！犯規啊！咩啊？開波啦，唔通唔犯規啊？咁都2分。咁記住就唔好做呢啲隨便嗌foul或者你要嗌foul但係唔嗌foul嘅人啦。另外咧，大家都要注意下，無論你係上籃犯規，抑或係唔係上籃嘅時候犯規，都係開波咧。咁所以咧，去到最後你哋要贏嘅時候咧，會係特別危險嘅，因為多數一啲二頭蟲嘅球隊咧，就唔會俾你咁易贏嘅，會黑foul你落嚟，等你哋入唔到最後要 gamble 嗰一球。咁所以咧，對住呢啲球隊要特別小心。喂，冇事啊嘛，冇事啊嘛。sorry， 啱先冇心，係啊。想贏我阿細啦！好，咁唔知大家睇完呢條片之後，學識咗喺香港嗌犯規未呢？記得 follow 我哋，學習更多街場小知識，唔識你就會俾人排斥。